健身教練係轉行做保險嘅一大優勢。你好識同客人建立信任關係，教練要學員將身體健康交託俾你，保險就係客戶將財務保障交俾你規劃，兩者都需要極強嘅信任基礎。其次，你擅長激勵同堅持，成日叫學員撐多下，你可以嘅，正好用嚟鼓勵猶豫嘅客戶落實簽單。你已經累積一批注重健康、有經濟能力嘅人脈，起步 so easy。更重要係，你深刻理解健康投資同財務規劃係一脈相承，你可以好自然咁將身體保障嘅概念延伸到財務保障上，說服力特別強。不過都要適應幾個轉變，首先係由體力勞動轉為腦力勞動，要不停學習複雜嘅保險產品同分析客戶財務需要，收入模式都會好唔同，又有底薪轉為全佣金制，初期可能收入大不如前，要俾耐性捱過去，仲要學識自律，妥善規劃見客同學習時間。總括嚟講，你建立信任、激勵他人同擁有龐大人脈嘅能力，已經為你打好紮實基礎。只要適應到新學習模式同收入結構，你好大機會可以將過去嘅學員變成保險客戶，成為稱職嘅保險人。